好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的恩典，互咱踮伫主日的清早，咱会当三自节。咱嘛看到政府的消息，对后礼拜开始，原则上内底已经无其他的限制。所以对牧师来讲，一个真好的消息是，我即马讲道拢会当，我拢会当免挂口罩啊。所以搁有毋若干那我尔，包括信歌队献诗嘛会当免挂口罩。所以这是对咱来讲已经有真大的开放。不过咱犹原有实体礼拜嘛，有踮伫线顶的兄弟姊妹，所以伫这个时刻，若是咱会当继续分享咱的连结，到伫咱有一个兄弟姊妹，伊犹原踮伫家己的厝的，咱也同齐用一段时间，咱做伙分享咱的连结嘛，做伙来关心。好，所以伫礼拜开始进前，咱搁一摆咱同心来祈祷。主阮的上帝，感谢你的听，引带阮，互阮会当同齐自节踮伫你的圣殿，也有兄弟姊妹踮伫线顶，阮同齐献上敬拜。愿主你的神临到踮伫阮中间，愿主祝福阮今早起所有服侍的同工，也祝福阮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互阮对你的规矩中间，阮得到帮助，也得到快乐。愿主你的神运行踮伫阮中间，祝福阮。同齐伫你面前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各位兄姐，下午早，大家平安。咱来团练今仔透早礼拜中所要唱的诗歌，第一首是伫新生诗28首，天父看到赤鸟跋落，请琴甲咱弹一摆。第一节。一杯花的青椒巴拉，一当个的干工，一呀你家谁家教，一呀一定跳我，提杯跳我，提杯跳我，我在提杯跳我，我在一条谁家教，提杯一定跳我。第二节，一火山顶的冰。
合会很出水些个光。主的小国造我梦会，我在一呀条光。地北条光，地北条光，我在地北条光。我在一条水桥桥，地北一定条光。第二首是121首，上帝听堂赢过一切。谢谢，咱请邓平一摆。再来第一节，上帝听堂赢过一切，一定我去讲了的，与你点完秘密心来，全全的给我热爱，与错的是错别的命。众里求问，只是讲你真真万呀呀的心。第二节，我宁去做事那情去，做令我妙万心绪，最的心定我的讲你，因我。我们亲求的在天国，是上阿拉的大恩，因万感谢阿拉性命，因有你完全的条。搁一条是祝福的诗歌，390首，390首。我乐天父万福本源。第一节。我乐天父万福本源，全能的我进来最尊。我乐耶稣上我最欢，最我永不将你万冠。咱的歌词内底第一段。伊仁爱，咱古早的圣诗拢是注这骄纵毋过伊即马新圣诗内底注的是仁爱最全，所以咱等下笑的时候会当注意一下。以上。
来啊，咱着向耶和华唱歌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。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。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赢过拢总的上帝。咱三甲来念神圣诗，神圣诗28首。天批看到七鸟啊跋落，请起立来念全首。请咱犹原徛地，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人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人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勒勒林内受苦，顶十日假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，对死人中搁活，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病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三甲来交读上帝话，启文第17篇诗篇66篇，启文第17篇诗篇66篇。上帝啊，人着伫锡安称赞你。听人祈祷的主啊，罪压倒我。你所拣选，互因亲近你，踮伫你殿院，即款人真有福气。日出日落的所在，你互因欢呼。上帝河水满满。你灌溉田园，修平土地。你使互农作物大长。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。
连旷野的草埔嘛有会滴。草埔用羊群做衫穿，因欢喜出声吟诗，咱三甲同心来祈祷。愿阳光、娱乐甲尊贵归伫信父、信子、信神三位一体上帝，也愿上帝福气、平安临到伫即个会中。全能永远的上帝啊，你的作为是伟大奇妙，你的道路是公义真实。阮因为捌体会你伫即世界，甲阮身上所显明的恩典，就甘心乐意来到你的面前，奉献阮本身，互你做采用。天顶的爸上帝，愿为心底来感激你对阮的疼痛甲慈悲。因为你互圣子耶稣出世做人，有世间人的性情，搁替阮死伫十字架顶。爸啊，求你教示阮怎样学习主谦卑顺服的款式，互阮做一个基督徒来夸口，搁用十字架来起造上帝国，甲你的圣会即台湾社会的中间。全能的上帝，阮的心愿意，但是阮的气力不足有限，愿你照你丰盛的恩典、美好的旨意来完成阮的心愿。伫即个时阵，阮搁一遍求你来安静阮的心，拍开阮的心门，来领受牧师今日要传讲的信息，来明白你的旨意，加添阮的信心甲信仰，互阮所做一切事工，讲会当顺利来荣耀你的性命。愿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咱三甲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路德记第1章第1节到18节。路德记第1章第1节到18节。当士师办正事的时，迄个地拄着饥荒。伫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，甲伊的某2个囝出外去摩押地。迄人名做以利米勒，伊的某名叫做拿俄米。伊2个囝名马伦、基连，拢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。因到摩押地就伫遐徛起。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，放伊甲伊2个囝。2个囝带摩押地的查某囝做某，一个名做俄利巴，一个名叫路德，踮伫遐约10年。马伦甲基连2个也死，剩迄个妇人人无丈夫也无囝，因就甲2个新妇起来，要对摩押地倒去，因为因伫摩押地听去耶和华眷顾伊的百姓，收赐因美牛，因就对因徛起的所在出去。2个新妇甲伊去，因行一路要倒去犹大地。拿俄米甲2个新妇讲：“恁去啊，逐人倒去恁老母的厝，愿耶和华好款待恁，亲像恁款待一定死的人甲我一样。愿耶和华赏赐恁逐人伫丈夫的家得到平安。”就甲因争取，因就出声啼哭，甲伊讲：“无爱，我要甲你三甲倒去你的百姓遐。”拿俄米讲：“我的查某囝倒去啊，
啥事要甲我去？我还阁会怀胎生囝做恁的丈夫吗？我的查某囝倒去啊，去啊！我一定年老袂阁有丈夫。我若讲我还阁有母梦，我今嘛有丈夫也会生囝，恁敢会听候因大汉吗？恁敢会家己手无过人吗？我的查某囝毋得安尼，我为着恁真在忧苦，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，因阁出声哭。俄利巴甲大家进去，独独落着甲伊办袂离。伊讲：看，你的东西一定倒去伊的百姓、伊的上帝遐，你也着对你的东西倒去。路着讲：毋得劝我离开你，倒去无对你，因为你去遐，我嘛要去遐；你歇伫遐，我嘛要歇伫遐。你的百姓要做我的百姓，你的上帝也要做我的上帝。你死伫遐，我嘛要死伫遐，埋葬伫遐。除此以外，若有啥物，互你我三字，望耶和华加倍责罚我。伊看见伊的决意要甲伊去，就无搁对伊讲起。愿上帝赐福谦卑听佮行伊的话的人。今日牧师要传讲的题目是伊的名有伴同行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阮的上帝，感谢你的听，因带阮大家通聚集，踮伫你的圣殿，也是踮伫山顶，阮会当同齐献上阮的敬拜，关注你的神充满伫阮逐人，也祝福阮，互阮对你的话，阮领受祝福，也得到快乐。同齐献上阮的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也这大家平安。毋知影你知影你的名有啥物意义无？有的人知，有的人可能毋知。我会记你一开始我踮伫庄脚咧服侍，啊去探访的过程中间，看足侪囡仔的名，发现一件事，就是遮个名拢对来的，大多数拢算的。大多数拢是走去算命算出来的，所以你就会看到讲，每过几啊一段时间，大概迄几个字就一直走出来，一直走出来，大概这拢算命的。啊，但是伫愈熟悉愈侪人了后，我发现连基督徒的名嘛会走去算命呢。啊，我就一直咧想，为什么会发生即款情形？后来我才发现讲，原来踮伫庄脚的所在，有的时阵，爸母感觉我家己读册无济，所以我嘛想无别个方法，只好走去算命。迄粒开始，我就开始认真咧想，安尼牧师应该来学，到底怎样甲人号命吼？啊，无想到讲过几年了后，真正有一个会友走来找我，讲牧师，我的孙要出世啊，啊，你会当替我的孙号命无？忽然间接到这个工作吼，压力足大个。几工拢毋知影到底，一直献圣经，啊，一直咧祈祷讲啊，到底我是要替人号啥物名？要替人号名是一个足大的压力。后来想想诶，有啊，这个家庭吼正式起来，所以我就掠迄个设起迄个家，掠迄个家，我就想讲，不要紧，即字吼圣经内底定定出现嘛，对无？所以设起迄个起家迄个字，后来佫想，这个家庭吼一直延续踮伫教会内面，所以想诶讲好，安尼叫做家信好啊，就叫家信，设起迄个家，啊佫信用的信，啊，甲伊号了以后，这个会友足欢喜的转去啊，松一口气。过一年后佫来啊。一年后佫来啊，佫有另外一个孙啊，佫另外一个孙啊，佫来要安怎？佫爱继续去号名啊，逐工压力佫继续足大个啊，但是即摆我学较巧啊，找爸母先来讲话，先找爸母先来讲话啊，咱讨论看卖，看有啥物灵感无？啊，
后来慢慢，甲因咧对话的过程，我心内底想一项代志，因为伫这一两年中间，这个家庭的四大人互上帝接去，所以我想的讲，我心内底讲，安尼来取一字啊，叫做乐，爱有喜乐，所以这个叫做家乐嘛。我心内底就安尼想，后来找两个青年，准备要做爸母的青年踮伫遐，我讲啊，恁先讲看觅，恁有想无？啊无，恁先讲有选择题，我较好选嘛。无想到讲即个妈妈家己讲，伊讲我心内底想的是家乐，真欢喜，这上帝家己好的。我讲我心内底嘛安尼想，所以每一个名拢有伊特别的意义，嘛伫即个名，咱敲揣咱要成做一个什么款的人。今仔日咱咧读录日记的时阵吼，我要带大家来看足侪名。这个故事发生点伫史书的时代，这个家庭对开始要陈述，对伯利恒。对伯利恒开始要陈述出去，伯利恒伊即个名本身有一个意义叫做面包的所在，有足侪面包的所在，所以踮伫遮，既然伊叫一个面包的所在，所以这个所在应该安怎？爱出产足侪，互人踮伫遮拢会当食会饱对无？但是伫故事内底，伯利恒发生啥物代志？伊发生饥荒，一个叫做面包的所在，竟然发生饥荒，递到讲这个家庭需要迁徙，或这个家庭开始迁徙要到伫摩押。老爸叫做啥物名？以利米勒。以利米勒的意思是：我的上帝是王，我的上帝是王。所以照安尼来看。一个叫做我的上帝是王的家庭，应该是会安怎？充满稳定，充满济济。无想到讲，这个我的上帝是王的家庭，要拄到一寡困难的事，踮伫面包出产的所在，竟然拄到饥荒，递到因需要迁徙到伫一个摩押是外邦的所在。这已经咧，甲咱讲一件事是啥物？这个故事是好故事，还是后来是悲剧的？可能咱开始要准备有一寡无好的代志要发生的。太太的名叫做拿俄米，拿俄米意思是我亲爱的，互人欢喜的，所以这个家庭应该袂歹吧？爸爸叫做我的上帝是王。妈妈叫做我亲爱的，互人欢喜的，安尼应该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。踮伫一个面包的所在徛起，安尼咱会当想象，怎样听起来，这个家庭应该爱袂歹。无想到讲拄着饥荒，迁徙到摩押的所在，佫生两个囝，但是迄两个囝叫做啥物？马伦、基连，这两个囝的名就佫较趣味啊。这两个囝的名，一个叫做破病。一个叫做软食，毋知影你会安尼甲你的囝号名无？你头一个囝讲破病的，第二个囝叫做软食的。我就一直咧想，安尼踮伫家庭内底到底咧叫家己囝的时阵是啥物状况？迄个破病的过来，迄个软食的过来，互安尼名敢若怪怪吼。作者一直咧做一寡铺陈，互咱对遮的名看到讲，这个故事开始要发生啊。煞接就是安怎？老爸过身啊，老爸过身啊，我的上帝是王过身啊。安尼意思就是这个家庭开始要失去方向。佫煞来两个囝破病的甲软食的嘛无意外。嘛是连续都过身啊，但是因两个踮伫摩押的所在有带两个有带某，所以有两个新妇。即马这个故事剩啥物人？即马剩三个人嘛，对无？一个是大家，佮两个新妇。这两个新妇，一个叫做啥物欧尼巴，一个叫做罗德。三个负责人踮伫遐。
失去因全部的男性。伫因的时代，失去男性是重要的事，因为男性代表身份，代表这个家庭的价值。所以失去老爸，失去两个囡仔了后，这个家庭等于是失去一切。未来的路到底要安怎行，是大问题。因毋知影要安怎办啊？老米毋知到底佫煞来，伊要行往对。有一日，伊听到一个消息，伊听到什么消息？八日行敢若重新有物件通食，有开始有出产啊！原本迄个面包的所在点伫饥荒的中间，有一日伊听到讲，遐敢若有一寡好的收成啊，所以伊准备想要转去到伫家己的所在。但是当伊想要转到家己的所在的时阵，开始面对一个选择。啊，这两个新妇要安怎办？这两个新妇，外邦的新妇，这两个人若是缀我转到原本的所在的时阵，因会拄到一个什么款的挑战？到底因所敬拜的上帝是啥物人？踮伫外邦的时阵，因有因家己的神。要转到伫家己的所在的时阵，爱面对以色列人所军队是耶和华上帝。所以踮伫遐咧选择的时阵，老米甲伊的新妇讲：转去吧，转去恁的后头厝吧。愿上帝用真珠来对待恁，因为恁真正忠实来服侍我。所以愿上帝互恁两人有机会搁结婚。互恁两人阁建立家己的家庭，所以老米鼓励这两个新妇转到家己的家，转到家己的所在，踮伫遐重新敲找未来。伫这个选择的时阵，两个新妇拢讲安怎？我要继续甲你徛起，继续来军队你。但是对老米来讲，我都已经自身难保啊！我一个人到底活会落去，拢毋知。何况即马阁带两个，这个啥物拖油瓶？可能心内底安尼想，佮即马阁带两个，到底咱三个人做伙转去是会活，还是袂活，拢毋知啊！所以恁应该都转到家己的所在吧。伊不断考劝两个新妇，最后头一个新妇欧尼巴讲。好，安尼伊要转到家己的所在，伊的名叫做转去，伊的名叫做转离，要转到伫伊家己的所在，这是欧尼巴的名，所以伊转去啊。当欧尼巴转到家己的家的时阵，阁剩一个人徛伫遐，阁剩一个徛伫遐，伊袂走，路德踮伫遐，无想要离开。老米犹原想要考劝啊，你无法度，我无法度阁有囡仔，因为照因的历史，迄个先生过往了，这个家爱有其他的男性继续来带因做家己的某，或者个家庭会当延续落去嘛。老米一直讲我并无任何的愿望啊，无任何的可能性啊，恁对我是无效的。结果路德安怎讲？这是路德的告别。路德的告别讲：我绝对袂离开你，我绝对袂离开你。你要去对，我也要去对；你住伫对，我也要去对。你的百姓要做我的百姓，上界重要的是啥物？你的上帝也要做我的上帝。这是路德伊本身的告别。你的上帝要真做我的上帝，我要甲你做伙。转到你原本的所在，可能这个大家听起来应该这个大家做了袂歹吼，这个大家对待伊的新妇袂歹，也是这个大家对上帝的信来影响这个新妇，所以递到这个新妇真认真做一个告别，讲你的家要真做我的家，你的上帝要真做我的上帝。对失去一切这个大家来讲，未来。早就已经无任何的期待，敢若会当行一步算一步。其实踮伫失去一切时，伊已经失去家己的命。
咱若是继续读到后壁的时阵，咱会发现讲，伊讲莫阁叫我是互人欢喜的，爱叫我啥物痛苦。伊感觉已经失去家己的名，但是当路得徛伫遐，做真清楚的告别。你的上帝要做我的上帝的时阵，因要做伙牵手，行往新的未来。路得的名叫做啥物？朋友。路得的名叫做同伴。一个朋友，一个同伴，陪伴一个看起来要失去一切的负责人，因要做伙行往新的未来。所以我一开始才会问大家：咱敢知影咱家己的名叫啥物意思无？毋知你有问过你的爸母讲为虾米我叫这个名无？阮两个囡仔的名足简单的吼，阮两个囡仔的名足简单，就会当判断为虾米叫这个名。立盘就是爱徛伫石盘顶，这足简单的。啊，因为有头一个字啊，所以后一个嘛，只要想一个字就好啊。立心就是期待伊徛伫石盘顶了后，会当展现耶稣基督馨香之气。名的意思代表咱的身份，咱的一生检采嘛，一直咧敲吹，到底我的名有啥物款特别的意义？啊，所以我嘛有问过，啊，我的名到底安怎好的？我的名，我就讲显字典，显的。我的妈妈甲我讲一件事，讲我伫早起6点出世，所以早起6点出世，伊讲迄个诗，就是晨光熹微，迄字典敢若找着即句啊，就是代表我踮伫足透早的时阵出世。啊，慢慢除了安尼以外，我嘛开始一直咧敲吹，安尼上帝到底踮伫我的生命中间，要互我来带互人啥物款的意义无？若是迄是透早的日头，安尼我也期待会当踮伫一生中间，敢会当活出带互人望的意义无？这是我一直咧敲吹，所以对咱每一个人来讲，咱定心来问。上帝到底我的名会当带互人啥物款的祝福？我会当敲吹着我的名到底叫啥物款的意义无？有当时这无简单的，因为咱踮伫社会顶面咧生活，咱自细汉开始慢慢，咱会受到足侪物件取代咱的名，敢毋是？咱会受到啥物物件取代咱的名？咱的头衔嘛，咱的位置嘛。所以有当时咱会失去咱的名，自细汉开始讲，这个叫班长，啊，迄个叫班长，啊，到大汉咱同学会的时阵，共款叫伊叫班长，啊，结果袂记你讲啊，伊到底叫啥物名？有可能会发生即款代志，啊，有个人做无共款的职位，做老师，啊，所以一世人拢叫伊叫老师，啊，到伫几啊年了，我毋知影咱中间老师会拄着即款情形无？过几十年了，开同学会，敢若会记你叫老师，但是袂记你名，老师的名到底是啥物？啊，牧师嘛，定定有即个可能性嘛。敢若剩牧师这两字，啊嘛袂记你家己的名是啥物？啊，牧师娘更加是啊。逐个人拢叫牧师娘，但是嘛袂记你啊，伊的名到底是啥物？咱伫即个社会一直咧生活一直咧行的过程中间，咱拢会袂记你家己的名，毋单是遮的位置，阁有咱所拄着的挑战，咱所拄着的艰苦，所拄着的挑战，嘛会取代咱的名。所以，当一个人踮伫婚姻中间既然有离婚的时阵，咱会发现有当时啊，伊正做一个离婚的人。这个离婚的人的身份赢过这个人的名，啊，破病的人嘛变成做伊是破病的人赢过这个人的名。咱会受到足侪物件所影响，到伫上尾啊，咱发现咱袂记哩，我的名到底应该叫啥物意思？啊，我上帝互我踮伫即个世间，上帝到底互我啥物款
的价值，什么款的意义爱我所活出来，袂记哩咱家己的名。其实人生有当时也嘛是安尼，咱一直咧失去足侪项事，咱一直咧失去，嘛失去讲咱家己到底是啥物人。人生必然面对侪侪艰苦，那亲像拿俄米共款，伊的艰苦会悲伤，会生气，会想要放弃，也到伫上尾啊，伊袂记哩家己的名。但是上帝的恩典是啥物？当伊认为我已经失去一切，毋知影头前要行往对的时阵，上帝为伊备办一个朋友，为伊备办一个陪伊做伙行的人，为着要重新找转来家己的名，重新找转来家己踮伫上帝面前的价值。所以这是拿俄米的故事，伫路得真清楚地告别讲，我绝对不会离开你，我要甲你做伙的时阵，迄毋若是一个告别，也是上帝真特别的一个祝福。上帝咧祝福咱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互咱会当真做同伴，互咱会当真做一个彼此陪伴的人，毋是因为咱有啥物位置。毋是因为咱做啥物，踮伫即个社会顶面，咱认为咱有啥物职位，咱有啥物职分，是因为咱就是上帝所疼的囝儿。所以今仔日咱会当踮伫教会中间，咱成做一个信仰团体，咱要做伙行头前的路。伫过去这几个月到伫现在后礼拜，咱嘛看见，咱济限制拢已经开放，所以伫这几个月中间，咱嘛检查一直咧找找，咱教会的名有啥物特别的意义无？咱教会的名到底对咱来讲有啥物特别的无？当咱住一点伫咱的教会内面，咱叫做东门北克的纪念教会的时，这个名对咱来讲有特别的意义无？这几个月中间，我有接到一个消息。是总会研发中心干事黄德干牧师的消息。伊讲伊因为咧搬厝吼，伊咧搬厝掀着一封批，掀着一张批。啊，这张批是2008年的时阵，迄当时有一位牧师叫张清光牧师，伊写一张批互伊。啊，这张批内面咧表达的是张牧师踮伫1980迄几十年前的时阵吼，做总会议长。伊做总会议长的时阵，参加一场国际的会议，啊，去到伫英国，去拜访迄个兰台碧先生娘，兰台碧先生娘连马玉女士，啊，连马玉女士甲张牧师讲一项事，伊讲伊有一项真大的期待，想要敲找一个互人袂记的名。这个互人袂记的名是啥物人？伊丽莎白牧师娘。伊讲伊想要做这件事，啊，因为伊丽莎白牧师娘踮伫1909的时阵，踮伫中国上海过身嘛。踮伫中国上海过身，后来就埋葬踮伫上海的外国人的迄个公墓遐。所以兰台碧先生娘伊有一个愿望是，敢会当有人派一个人去遐，甲伊的遗骸带转来台湾，甲北克的牧师会当囥做伙无？这是1980的时，兰台碧牧师娘的一个愿望，伊想要敲找失去的名。啊，无拍算这项事，因为后来迄个上海的外国人公墓已经改建啊，即摆已经改建变成做公园啊，所以其实这个愿望已经足歹完成啊。是咱研发中心的黄牧师踮伫要搬厝的时阵，忽然间现出这张批，这张批才想起40年前这项事，你敲找一个袂记你
伊的名的伊丽莎白牧师娘。所以黄牧师就甲新老病院以及咱的教会来联络，问咱讲啊，咱有啥物款的计划，还是有啥物款的想法无？上尾后，阮达成一个共识，就是虽然要将牧师娘的遗骸会当带转来台湾，已经成做一个无可能的任务，但是至少咱爱做一件事，至少咱会当搁做一件事，就是重新互伊丽莎白牧师娘的故事，搁互济济人通知。咱踮伫庄长老夫妇的房间下面，咱已经有对面的伊丽莎白礼拜堂，这是一个有形的资产。除了一个有形的资产了后，咱也重新咧敲揣，到底咱要怎样画出新的故事？所以最近我甲历史档案馆的同工咧遐找，我讲有一项真正足歹找资料的呢。真正历史资料足歹找，为虾米？因为早时大多数历史资料敢若留男性的资料较济啦，查甫的资料、宣教师的资料留较济，牧师娘也是宣教师，若是女性的宣教师，这个资料就足少留落来。可能有一寡资料踮伫英国，所以档案馆的罗启明牧师有咧甲我讨论讲，伊有拜托人。想要踮伫英国，甲关系到伊丽莎白牧师娘的资料，会当重新搁找出来。当这个资料渐渐咧出来的时阵，也要正做咱教会，也要正做咱整个长老教会的帮衬。咱要继续怎样讲新的故事？当我咧甲济人分享的时阵，这是上帝予咱真特别的记号，因为大概全台湾所有的长老教会内面，敢若咱教会甲新老病院是真直接甲伊丽莎白牧师娘有关系，就敢若咱教会是直接有关系，所以若要办一场纪念的礼拜，嘛敢若咱教会会当来承担这个责任，重新讲失去的故事。重新讲有当时互人袂记的名，所以对读路德记中间，咱嘛会当重新来感谢上帝恩典。伫现在这个社会中间，当然女性的地位已经提悬，但是咱嘛知影，犹原有济需要继续努力的所在。伫过去的历史中间，自头到现在有足济女性的基督徒，成做教会真重要的模范，成做教会真重要的基础。所以将这个故事保存，继续讲落去，咱嘛咧做啥物？咱嘛咧做同伴，咱嘛咧做朋友。做一个朋友去敲揣你身躯边的人，感觉失去的故事，或者个名会当不断延续落去。嘛，伫即个敲揣的过程中间，重新找到咱家己。所以上帝组织咱，互咱做一伙，咱是做伙要成做朋友，咱要做伙成做一个手牵手向前的人。无论咱踮伫生命中间，拄着啥物款艰苦的事，拄着啥物款的苦难，拄着啥物款咱无法度按算的会记哩，毋通互遮的困难。至到咱袂记哩家己的名，袂记哩咱家己的身份，因为咱是上帝所疼的囝子，上帝也通过咱踮伫教会内面，正做兄弟姊妹，咱会当向前来跑走。前几日总会踮伫遮办宣教检讨会，踮伫宣教检讨会的中间讲一项真重要的事。台湾圣学院的陈永文牧师伊讲，当长老教会行到现在，其实咱不断爱问一个问题：咱每一个人要留一个什么款的教会，互后一代？对每一个年纪的人来讲，这拢是咱的挑战。
咱到底要留一个什么款的教会，互后代的人会当继续跟对入去？我相信迄个答案是，毋是想要满足家己，毋是想要受人的服侍，是去正做别人的朋友，去正做每一个软弱者的朋友，去正做每一个心灵受伤的人的朋友，去正做无共世代的人的朋友。共同要建立一个更较好的世界，所以今仔日也是咱教会为着儿童事工咧关心。其实咱永远拢咧为着后一代留一个更较好的教会，互每一代的人继续徛在踮伫巴克利、踮伫伊丽莎白、踮伫咱历代的信仰前辈以及咱家己。互后一代的人会当徛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，继续向前行。咱是做伙跑走天路的人，咱是朋友，咱是要做伙牵手的人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一首诗，伊的名字有伴同行，互人欢喜的客人，对有到无，对比转到是喜乐。伊的名已经失味，破碎的心减会当重新搁塑造咧。徛在伫十字路口的女子，要走抑搁留，到底要行毋对？明仔搁有啥物人会当了解咧？煞煞去吧，放手吧，曲终人散的寂寞，用我家己来行。三时的日既然到，何况伫遮苦苦求全呢？离开的背影，丢丢的脚步，要花的灯火，独唱的悲歌，乐器来到无限延长的小字符。我减袂当互你离开咧，无愿意见你孤单。你到倒位，我也要到伫遐；你住倒落，我也要踮伫遐。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，无任何的事物会当互你我分离。伊的名字无过是过客，乃是朋友；无过是苦痛，乃是喜乐；无过孤单，有伴同行。咱是要做伙向前行的，踮伫每一个时代，见证耶稣基督的名，也留互后一个世代一间更较好的教会。请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你拣选阮通成做你的囝子，阮踮伫你的眼中是宝贝，是有价值的。你也赏赐阮，互阮一个名字。踮伫一生中间，阮不断敲吹你踮伫阮名字的意义。总是有当时啊，阮会袂记你，阮受着世界的迷惑，想着济济事的试探，直到阮袂记你这个意义的时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找耶稣成做阮的同伴，互阮会当做伙向前来跑走。愿主坚固阮，愿主带领阮。互阮彼此陪伴的时，阮共同建立一间更较好的教会，为着要留互后一代。互信仰的路继续延续，祝福阮每一位兄弟姊妹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这是咱三角来灵回应诗，献诗121首，上帝听从命过一切。
日是本会儿童事工奉献主日，即时要请主任校长来报告。牧师、中职、各位兄姐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咱教会主日的教育事工关怀主日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主日的无法度做实体的礼拜。新主礼拜对5月份开始，原用录影的方式，伫每礼拜日9点，站伫线顶来进行。礼拜了后，阮线接用视讯的方式来进行分班的课程甲生活的分享。感谢主，伫这段疫情的期间，阮主日的同工伫牧师甲团队的带领，互咱主日的教学悠然会当继续来进行，并且互搁较侪家庭通过网络。甲阮做伙伫山顶敬拜上帝。11月开始，主日就要恢复实体礼拜。希望咱的家长带恁的囡仔做伙来敬拜上帝。伫每礼拜六的周末营，嘛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目前阮每一个月有一摆来进行儿童快乐营，甲家长的成长班。儿童快乐营有3摆营会活动，分别是伫10月23音乐律动营、11月27科学营、12月25体能运动营。音乐律动营已经伫10月23来进行，煞接阮也阁有11月27甲12月25 2摆营会活动，欢迎幼稚园大班。到国小6年级的小朋友来报名参加。家长成长班的课程中，阮也伫11月27甲12月25，要邀请吴慈恩牧师来分享亲子教育，欢迎兄姐来做伙参与。感谢恁长期为阮主日宗教教育事工的关心甲带导。要阁一摆来邀请恁厝内若是有幼儿园、国小、国中的囡仔，请恁带因来到主日学，互因认捌上帝的真理，学习凡事来倚靠上帝，一生行伫主的道路，到老拢无外窜。愿上帝赐福咱在场每一个家庭。煞遮咱要做伙邀请来观赏咱主日学的活动影片，多谢。
体力，我的历史行你予我。下面我的功夫，亲像我若下面功夫的人，准备查你就是就叫我拖入去个派。因为功夫原理，因功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弃。阿免。这是咱的奉献。请起立。
谢坐，即是要请牧师来报告。好，弟兄兄弟大家平安啊！感谢上帝的恩典，因为指挥中心已经讲嘛，对于11月2号开始就定义是室内人数拢无任何的限制，所以原则上咱就对后礼拜所有的团契啊，定义是无限制啊，但是又原来做迄个10连制吼，共款个10连制嘛是爱最后会登记啊。社交距离咱就尽量保持，啊会记随身嘛是踮伫室内嘛是爱戴口罩吼。所以原则上咱对后礼拜开始大概一切拢会恢复较到伫较正常，但是嘛袂当讲完全随时要预防，因为咱踮伫大路边嘛，有当时嘛是会有一寡稽查的部分，所以咱就家己来各团体来做一寡控制吼。好啊，咱巴克利圣经学堂游园点伫线顶来举行，因为即马愈来愈侪无共款所在的人拢做伙咧参与，所以嘛当真做正人的祝福。所以咱巴克利圣经学堂嘛鼓励咱会当踮伫线顶，咱做伙来收看。即礼拜有几啊位会籍转职的吼，请咱嘛看咱的周报。今仔日咱为着儿童事工来关心甲奉献。然后卫生所踮伫边仔遐有迄个宣导无烟环境的活动，嘛，等下嘛会当做伙来协助，这每一年拢有甲卫生所所办的学习吼。后礼拜是部会周，请各部长来召开部员来开会。11月14号伫第二堂礼拜后，咱要召开中职会，所以请咱中职同工来致意吼。咱会踮伫12月初5来举行圣礼典，所以若是有要报名洗礼兄弟姊妹，请咱踮伫11月初7进前办公室遮来报名。咱会踮伫11月初7以及11月14来上迄个洗礼课程，11月21要问道理，所以请咱来关心，若是有要洗礼兄弟姊妹，请咱注意遮个时间。好，安尼我做以上安尼的报告。咱做伙来吟上吟的诗歌，圣诗390首，阿老天父万福本源，请咱做伙起立来吟。受上帝祝福，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加感动，常常踮伫恁心内，也互咱真做正人的祝福，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谢谢。